你知道嗎？中國有個古老的說法，叫做富不過三代。這句話不僅是民間智慧，也是殘酷現實。今天我們要一起探討這個問題，從歷史的迴圈到現代的困局，為什麼中國的富人總是活在不安之中？首先，讓我們回顧歷史。中國歷史上財富的積累常與權力、時勢、政策緊密相連。從明清兩代的徽商、晉商、鹽商，到民國時期的上海金融世家和江南實業家，財富的誕生往往迅速，消亡也同樣劇烈。這背後的根源不僅在於家族內部的分崩離析，更在於制度演進與環境的變化。以明清兩代為例，徽商依託鹽鐵與典當業致富，晉商憑票號掌控清代金融命脈。但是當政治環境轉變，制度保障消失，這些家族的命運也迅速崩塌。晉商票號在辛亥革命後幾乎全軍覆沒，徽商的家族資本因戰亨與財產沒收而煙消雲散。進入民國時期，上海的金融世家與江南實業家延續了這種命運。無論是張氏兄弟創立的永安公司，還是榮中敬、榮德生兄弟的棉業帝國，皆在政治變局與戰爭的摧殘下難以善終。這些歷史案例揭示了一個事實：在缺乏穩定制度保障的社會裏，財富從來不是永續資產，而是一種高風險的短期成就。改革開放40年，中國誕生了數百萬名高淨值人士與上萬億美元的私人財富，居全球第二，約佔全球總數的1/10。這些財富的生成速度驚人，但他們的穩定性卻遠不如歐美百年家族。這一代企業家多來自市場化初期，掌握政策紅利與產業窗口。但是當政策周期轉向，槓桿收緊，監管升級，整個行業由黃金時代步入存量博弈。這時出海成為許多企業家內心的本能反應，尋找安全港。例如彭先生與他的 S 地產集團的故事，是中國房地產企業國際化的縮影。早年彭先生就開始將部分資金轉移海外，購買境外物業。但是隨着國內監管趨嚴，外資管控加強，他的動作也被外界解讀為資本外逃。因此中國的富人總是活在不安之中，不僅是來自貪婪，更是源於歷史記憶的深層恐懼。他們知道沒有制度的財富是浮在水上的冰，再厚也終將的冰，再厚也終將融化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財富的知識，請記得關注我的頻道。下次見。